清明，杜牧。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。借問酒家何處有？牧童遙指杏花村。清明，杜牧。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。借問酒家何處有？牧童遙指杏花村。杜牧嘅清明係一首膾炙人口嘅唐詩，短短28字，勾勒出一幅鮮活嘅雨中趕路畫面。詩歌以清明時節雨紛紛開篇，直接點明時令與天氣，營造出春寒未盡、煙雨迷蒙嘅氛圍。呢種細雨既增添行路嘅艱難，亦都映襯出節日特有嘅淡淡哀思。接住路上行人欲斷魂一句，將鏡頭聚焦於趕路他鄉嘅遊子，佢因為無法回鄉祭祖而心情沉重，喺雨中更顯落魄銷魂。呢兩句由景入情，構成咗全詩嘅鋪墊，將讀者帶入一種淒迷困惑嘅意境之中。後兩句係情緒嘅轉折與升華。借問酒家何處有？係愁緒滿懷嘅行人渴望尋求片刻慰藉嘅本能反應，而牧童嘅遙指杏花村，則以一個極富畫面嘅動作作答。呢一下遙指既給予希望嘅方向，又留下無盡嘅想象空間，讓詩歌嘅意境由愁苦轉向含蓄而溫馨嘅期待。整首詩語言極簡，卻包含咗時令、景物、人物、動作同埋對話，其高明之處在於情感嘅遞進與平衡。從分遇到斷魂嘅愁，再到遙指杏花村所帶嚟嘅豁然開朗，將哀而不傷嘅中國式審美發揮得淋漓盡致，成為清明節氣最經典嘅文化標誌。清明，杜牧。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。借問酒家何處有？牧童遙指杏花村。清明，杜牧。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。借問酒家何處有？牧童遙指杏花村。